公司最近唔拿这医生审查议题受大众关注，第7届当干事任期伫今年5月19特别结束。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调组第8届公司当干事审查会名单，这哪力白三党呢，拢爱照比例来推派人选。不过最近公布这名单，却引起大众质疑，讲伤过政治化。 公司第7届当干事任期到今年5月19结束，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调组第8届公司当干事审查会名单，那立白三大党按照7:7:1的比例来推派社会公正人士。拄好伫咧社会对公司有较侪讨论的这个时间点，黄小弟导演19在面册刊文批评制度本身就伤过政治化，认为应当加入民间团体的代表。有民团认为公民嘛有主动性，呼吁未来爱修公司法，互民间的声音通入去到审查会。 公民团体，咱足侪社会福利，也是讲做环保的，也是做什么儿童的，种种的公民团体，咱提出个名单，互因来做因的诉求。因为政府爱管钱，为做公司，就是大家的公司嘛。所以我讲爱过来公开透明，就讲更较侪人来参与提意见，来遴选。 公司第8届的当干事审查会名单，亲像国民党推派的人，包括陈其民是国民党的前立委，吴永乾捌出伫咧中国捌做过沈用市的仲裁委员，因那民进党推派的陈东升是民进党的电库成员，萧新宏是有名的独派学者等等，这个名单是引起讨论。人会里面被提名的人、被赋予这个任务的人，都要体察到，其实社会对这个事情是关注。那如果说在里面过度的使用政治操作，或者是凸显政治斗争的话，就社会观感就会不好。前公司董事曲家义认为，照目前政党对立的情势看起来，第8届的当干事恐惊是真好组成。伊呼吁各政党在审查会名单爱推派社会公正人士，应当减少政治色彩对公共媒体影响，维持公司的独立性。记者卢尚柱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